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香港代表團授旗儀式，我哋一齊為聾人聽障運動員打氣，並祝願我哋嘅運動員旗開得勝。自1983年成立以嚟，一直非常之努力咁推動聾人同埋聽障人士參與體育活動，培養運動人才同埋促進運動員嘅國際交流。呢一啲嘅活動喺社會上傳遞咗非常強大嘅正能量，喚醒咗市民大眾對聾人同埋聽障社群嘅關注同埋理解。為呢個美好嘅時刻留個紀念，亦都送上祝福。第25屆夏季聾人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國香港代表團嘅授旗儀式已經圓滿結束，非常打氣，多謝咁多位。我哋下次再見。多謝。